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蔡老師。上一集我哋讀完咗兩首描寫宏大景物嘅五絕，依家我哋再睇睇兩首寫雪景嘅五絕。終南望如雪，祖詠。終南陰嶺秀，積雪浮雲端。林表明濟色，城中真無寒。呢首詩嘅來歷相當有趣，《唐詩紀事》中記載，詩人祖詠去長安考進士，詩題係終南望如雪，若按要求應當係六韻12句嘅五言長律，但係祖詠只係寫咗4句就交咗卷。考官問嘅時候，祖詠回答意盡，意思係4句已經足夠表達詩意。此後祖詠究竟係由於唔符合考試要求而名落孫山，定係由於才情高超金榜題名，史書中並冇記載。但大多學者根據《唐才子傳》和唐代進士年表認為，祖詠確實中過進士，也許就係因為呢首出其不意嘅小詩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一齊欣賞一下，睇睇呢首突破考試規則而寫成嘅絕句，有咩足以讓考官拍案稱奇之處。呢首詩嘅觀景點喺長安，往南睇就係終南山，因此第一聯終南陰嶺秀，積雪浮雲端就講遠山嘅雪景。精彩嘅係第二聯，林表明濟色，濟色指雨雪過後初晴嘅顏色，林間雪反射陽光，令到整個終南山變得格外清晰。畫龍點睛嘅係最後一句城中真無寒，寒係一種身體上嘅感覺。詩題係終南望如雪，顯然係描寫望到嘅景象。詩人用寒嘅觸覺來加強如雪嘅視覺效果，想象緊終南山嘅積雪，令到百里之外嘅城入面感受到寒氣，真係絕妙。我諗祖詠回答考官嘅意盡意志雖然疏狂，但確實有恃才傲物嘅資本。跟住我哋講一首最出名嘅寫景絕句。江雪柳中原，千山鳥飛絕。萬徑人蹤滅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呢首詩喺度描寫江雪，但前3句都冇雪字。首句詩人先採用平時千山鳥飛絕嘅絕字，和白日依山盡中嘅盡字一樣，係一種近乎靜止嘅動態。點解鳥飛絕，人蹤滅？因為雪。詩人雖然冇直接寫雪，卻將佢引申喺景物描寫嘅背後。雪後天空變得更加寬闊，鳥兒飛盡，雪將路上嘅腳印亦掩蓋咗。萬籟俱寂嘅畫面中，一個人物蓑笠翁喺第3句悄然現身，與佢同時出現嘅人仲有一葉孤舟。前面2句嘅景物描寫，給讀者留下嘅印象就係空和白，因此蓑笠翁和佢嘅孤舟就顯得極為渺小，而且大雪紛飛，佢有咩魚可釣呢？詩歌最後一句揭示咗呢個問題，亦出現咗此詩嘅主角雪。原來蓑笠翁唔係喺度釣魚，而係喺度釣滿江嘅雪。一片大地白茫茫，漁翁釣雪於天地之間，咁係何等蒼茫高雅嘅境界。從句法嚟睇，呢首詩全詩對偶。第2聯蓑笠翁和寒江雪對象很工整，前面孤舟獨釣則唔係通常意義上嘅對象。若將獨釣理解成名詞，即擎擎竭立嘅釣者，便可得一個工整嘅對偶聯。獨與上句嘅孤，釣與上句嘅舟就形成公對。如此解讀，呢一聯4個意象便形成2個提平句：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不過，我認為更自然、有意境嘅理解方式係將釣理解成及物動詞。天氣太凍啦，根本冇雨，所以蓑笠翁一個人所釣，
只係滿江嘅雪。兩句咁樣讀，一下子充滿情致韻味。亦有啲學者認為呢首詩關心民間疾苦，係柳宗元關心百姓冬日飢寒嘅表現，就如同佢嘅《捕蛇者說》一樣。但從藝術嘅角度嚟講，呢首詩極富想象力，係一首雅致動人嘅山水雪景詩。上集我哋講過，五絕山水詩嘅精品可以細分成兩類，一類以描述景物空間為勝，另一類則以描寫人物活動為勝。上集兩首和以上兩首都係以描述景物空間為勝嘅一類詩歌。跟住我哋選擇孟浩然嘅《春曉》作為例子，講一首以描寫人物活動為勝嘅絕句。春曉，孟浩然。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呢種以寫人物活動為勝嘅絕句，重點並非景物，而係通過描寫一系列嘅活動嚟表達自己嘅心情。呢首膾炙人口嘅小詩，大概係每個人細個嗰陣背詩時印象最深嘅。呢首詩若拆開一句一句單獨嚟睇，真係再普通不過啦。每句都係平平淡淡嘅口語，寫春天嘅璀璨意象一個都冇。然而，點解世世代代都雅俗共賞，老人同小童無不喜愛吟誦呢？呢首詩用詞平易，用韻嘹亮悠揚，固然係重要嘅原因，但並唔係最重要嘅。最重要嘅原因係喺文字音韻之中好難揾到佢任何痕跡，何處尋找呢？蔡老師可以話俾大家知，就喺第一句同第二句交接於無聲處，由不知曉到聞啼鳥嘅跳躍，捉住咗瞓醒覺嘅嗰一瞬間，跟住又係兩個瞬間，一係昨夜風雨聲嘅回憶，二係對屋外落花狼藉景象嘅猜想。喺時間軸上，呢三句係唔可能再少之少，可稱之為三個一連串嘅瞬間，甚至就係一個瞬間，難以用時間度量嘅思想活動，即聽聲、回憶、猜想，壓縮其中。然而，如此小嘅瞬間卻俾我哋體驗到對一個極大時間全方位嘅感受。喺觸覺上，係春天潮氣帶來筋骨酸軟而嗜睡嘅感覺；喺聽覺上，係晝夜不停嘅雨聲；喺視覺上，則係遍地狼藉嘅落花。用小之小嘅瞬間，如此生動地嚟傳達咗人人共有對春天大感覺嘅全部，唔係絕句喺時間維度上實現以小見大審美理想嘅最佳範例嗎？呢首詩對後代嘅影響極大，就連絕世女詩人李清照亦偷偷咁模仿。我哋不妨讀讀佢膾炙人口嘅名篇《如夢令》。《如夢令》李清照。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試問卷簾人，卻道海棠依舊。知否？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。毫無疑問，此詞套用咗孟浩然嘅構思，捉住春眠醒咗嘅瞬間嚟表達對整個春天嘅大感受。所作嘅改動有二：一係具體化，例如將春眠嘅抽象陳述變為濃睡不消殘酒嘅生活細節，將風雨聲具體化為雨疏風驟；二係將心理活動物化為與僕人嘅對話以及喃喃自語。李詞雖非出自基礎，但能做到脫胎換骨，化模仿為原創，好似孟詩咁樣喚起讀者對春天感受和想象嘅共鳴，從而成為小令以小見大嘅楷模。我個人認為呢兩集所講嘅五首山水詩，仲未達到五絕山水詩嘅巔峰。想知道邊啲詩係蔡老師心目中五絕山水嘅巔峰？且聽下集分解。依家就等我哋欣賞一下本集選講詩歌嘅吟誦啦。
終南望如雪。祖詠：終南陰靈獸，積雪浮雲端。臨表明制色，城中真無寒。江雪，柳宗元。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春曉，萬浩然。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《如夢令》李清照。昨夜雨疏風驟，龍睡不消殘酒。試問卷簾人，卻道海棠依舊。知否應是綠肥紅瘦。